伊若法国出名演员杰哈德·巴迪尔是互10个女性指控伊性侵害、佮性骚扰。3档前，伊已经互起诉。伊若法国媒体最近佮也讲，伊嘛捌发表性别歧视的言论，互伊佮一届引起争议。 今年74岁，因为演大片《情色》得到坎城影展的最佳男主角，而且佫得到奥斯卡金像奖的提名。伫国际是真有名的杰哈德·巴迪尔，已经演出200多出的电影和电视剧，伫法国的演艺界是真重要的人物。但是伊所互指控讲，伫2004年到2022年之间，伫咧拍片的现场对临时演员和化妆师等等，骹来手来，受害者拢总13个。3档前，伊已经因为性侵害的罪名互起诉。 最近，有法国媒体放送纪录片，要讲因捌伫咧2018年访问北韩的期间，对查某口役员和骑马查某囡仔讲黄色的有诶无诶。法国文化部长马拉克认为，伊互法国真见效，要甲分众讨转来，但总统马克宏看法无共。I'm a big admirer of Gérard Depardieu, and I say this as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and as a citizen. He makes France proud. 有50几个演艺界人士做伙伫法国的报纸发表公开批，挺杰哈德·巴迪尔，主张讲无应该无承认伊伫演艺界的成就，讲攻击杰哈德·巴迪尔就等于是攻击艺术。结果这张批是引起更较侪争议，有女性主义者跳出来质疑。Pourquoi il serait protégé juste parce que c'est une personnalité importante et derrière ça on a des femmes, des jeunes femmes qui ont subi, je veux dire oui, vraiment des agressions, des viols qui vont les marquer à vie. Je veux dire et pourquoi elles n'auraient pas le droit? 事实上，杰哈德·巴迪尔过去的争议就真侪，伊捌为着无喺6岁放弃法国国籍，企图西亚入籍，嘛捌啉酒赛车，佮捌伫咧飞行机顶悬啉酒醉，就伫大家面头前放尿，互其他乘客是惊甲要死。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。